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路加福音第38天的共读。昨天我们看到的是路加福音的第21章，讲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也预言圣殿的被毁。不仅是耶路撒冷圣殿被毁，还讲到预言世界的末日到人子的来临，而耶稣要门徒从无花果学教训、学功课，要警醒，要祷告，要祈祷，好，能够站立在人子来临的时候，能够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呢。那这个礼拜啊，从昨天是棕树主日，礼拜天中是主日，好，那是在耶稣骑驴光荣的进入耶路撒冷，记载在马太21章、马可11章、路加19章、约翰12章。而耶稣的最后一周，好，那在圣经当中可以看到礼拜一是训诲日，是耶稣洁净圣殿，好，马太21、马可11、路加19。礼拜二是辩惑日，耶稣在圣殿以权柄教导，而耶稣的权柄受到挑战，在马太21、马可11、路加20。而礼拜二，耶稣也用比喻来教训人，还有和犹太的领袖来对峙。好，同样在这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而约翰福音12章，好，讲到希腊人，好，也在这一周这一日，好，来求见耶稣。好，所以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好，因为耶稣好人子好这个福音已经传到了希腊的地区，而耶稣在礼拜二也有到橄榄山上的讲道，在马太24、25、马可13、路加21，好，就是我们昨天所读的这一段，关于耶路撒冷被毁以及末日世界的末日和人子再来的时候。那还有就是在今天我们会继续读到的犹大同意来出卖耶稣这一件事情上面，在马太26章、马可的14章，还有路加的22章。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22章的经文啊。度假节也叫做搬过节，特别到这时长甲经学教师因为惊民众，所以在找看有甚物法度通害死耶稣。撒旦入去迄个叫做以斯加略的犹大的心内，伊是12个使徒的一个。伊去甲祭司长以及圣殿的守卫官参详，看要用什么法度将耶稣出卖互因。因真欢喜，又要互伊钱。犹大同意，就一直在找机会，通伫群众无伫因中间的时出卖耶稣。那这个杀害耶稣的阴谋呢？好，其实已经好几轮、好几批但是没无功而返。但是呢，日子越接近，好，特别在第一节讲到的是除酵节，好，又叫逾越节。那其实逾越节是犹太历的这个正月14日，好，那除酵节是正月的15到21日，好，是一个7天的节期哦。但是有时候在圣经当中，除酵节、逾越节是联合起来用，好，比如说我们等下在第7节就会看到，好，又是除酵节，又是逾越节。但是呢，节期越到，祭司长和经学教师发现群众越来越拥戴耶稣，好，看起来好像耶稣好会要越来越得到众人的这个尊崇，已经远远超越他们，所以他们更加怎么要找机会来下手呢？就从耶稣的自己人，就是他身边的门徒12门使徒当中的犹大，好，那是加略人犹大。所以圣经也说，撒旦进入犹大的心，好，让他进入试探，而他没有警醒，好，没有谨慎，好，没有祈祷，好，那最后我们也知道，他为了30两的银子就出卖了耶稣啊。那犹大也去跟祭司长以及圣殿的警卫官好商量，怎么样能够把耶稣交给他们，好让犹大可以来赚这个外快。好，那他们也很高兴答应犹大钱。犹大同意之后，就开始找机会，要趁群众不注意的时候，把耶稣来交给他们。所以我们在读路加福音13章的时候，好，也看见这个耶稣曾经这个责备这一些的法利赛人，说这个耶路撒冷好又常
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好，那这个是耶路撒冷的罪。好，没想到在耶路撒冷，耶稣在耶路撒冷在圣殿剧当中，好，还被这一群的祭司长、文士，还有自己的门徒出卖，要怎么样来杀害？好，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好，第7节，拄假罪就是抬花过罪的羊羔迄日到啦。耶稣找彼得甲约翰，甲因讲：恁去准备搬过节的晚餐，咱通食。因问伊讲，因甲伊问：你爱阮伫倒位准备？耶稣甲因讲：恁入去城内，会拄着一个提水班的查甫人。恁缀伊去伊要入去迄间厝，甲迄家的主人讲：老师伫问。伊甲伊的门徒要食搬过节的晚餐的客厅伫倒位？迄个人会报恁看楼顶一间宽好势的大厅，恁就伫遐准备。因去看到逐项甲耶稣甲因讲的拢相款，因就伫遐准备搬过节的晚餐。好，那逾越节，好，那第7节讲到除酵节期到了。好，那这现代中文译本就把这个让我们知道除酵节不是只有一天，好，是一个从正月15到正月21，好，维持1周的一个节期。好，所以在逾越节接着紧接就是除酵节。好，所以我们会看到四福音，好，在耶稣好到底是在哪一天上十字架的日期记载有些出入啊，但是都是在这个逾越节和除酵节的节期当中。好，那除酵节期呢，宰杀羔羊的日子。好，那耶稣差彼得，因为这是从摩西出埃及一直到今天，到耶稣那个时代一直流传下来，好，以色列人都在遵守的事情，也要预备逾越节的晚餐呢。好，那这逾越节的晚餐，好，包括要宰杀羔羊，好，然后呢要苦菜，好，然后有无酵饼，好，然后这是鸡蛋、青菜、甜泥酱、苦生菜、洋胫骨，好，等等，还要有4杯的葡萄酒。好，那这个是根据圣经的教导。那所以这是一个需要预备一段，特别是要宰杀羔羊好，羔羊好这件事情是相当的繁重。而他们要预备的时候呢，耶稣跟他们说，门徒在问我们要在哪里守节过逾越节，耶稣给他们一个指引，就是进入城，那就是什么城呢？耶路撒冷城。会看到一个人，好，那这个从原文当中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男性，好，单数，好，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拿着一瓶水。好，那这个画面呢，好，跟我们的认知就会不一样。其实也是一个很好认出，因为通常会拿一个水瓶的都是妇女，好，却是一个男人拿一瓶水。那这个男人拿一瓶水要去哪里呢？好，最后跟着他就是去到一座房子，而且那个房子还有一个2楼，是一个大的房子啊。所以进了那个人的跟着那个男人，好，可见那个男人可能是一个仆人，好，进那个仆人家，再问那个家的主人说：“老师问，好，他和门徒吃逾越节的晚餐，那间客房在哪里？”那个主人好就会，或是那个拿水瓶的男人就会带你们去看楼上一间布置好的大房间呢，好，楼上大厅，好，所以这也就是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一间大的楼上的房间，好，所以是2楼。好，那有使徒行传，好，也讲到他们这个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好，他们在一个房子的楼上祷告，好，然后后来又从使徒行传知道说，这个房子好就是玛利亚的房子，那他有儿子叫做马可，这个马可就是巴拿巴的表弟，好，那一直来连结说这个就是马可楼，好，那也可能就是耶稣逾越节最后晚餐的地方，好，那他们无论如何呢，好，那在当时这个大的房子有楼上的，而且有一个专门的房间是来过节的，好，这个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但是果然如耶稣所说，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来举行预备逾越节的晚餐。好，那一直到这个晚餐开始，我们继续看14节晚餐的时间到，耶稣就坐倒，使徒甲伊做伙坐。耶稣甲因讲：我受难以前，真爱甲恁食这个搬过节的晚餐。我甲恁讲，这个晚餐伫上帝国完全实现以前，我绝对袂搁食。耶稣将杯接过来，感谢了后讲：
恁捧这个杯分予大家啉。我甲恁讲，对现在起，直到上帝国来临，我绝对袂阁啉这个葡萄酒。然后耶稣提饼感谢了后，擘开，摕予因讲：这个是我的身躯，是为着恁献的，恁着做这个来纪念我。食了后，伊阁照安尼捧杯，讲：这个杯是新的约，因我为着恁流出的血设立的。恁看，出卖我迄个人，即阵甲我做伙伸手伫倒顶，因为人主为照上帝的决定离开世间，毋久出卖人主迄个人惨嘛，因就问来问去，爱知因中间什么人会做即个代志。那在耶稣开始和门徒来行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好，马太26章、马可14章、哥林多前书11章，好，保罗也有记载这个时刻，好，那他们就坐席，好，那可这是一个大房间、大房子，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米开朗基罗画的耶稣的最后晚餐，好，是一个排场，好，不过呢，这个耶稣坐席啊，从这个坐席的原文当中，好，这个坐席也是一个卧席，好，就是一个侧卧的。好，所以我们后来发现，米开朗基罗是大家坐正的，但是比较贴近好那这个时代的是一个侧卧的。那他们耶稣对他们说：好，我一直盼望在受难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晚餐呢。好，这个盼望呢非常的渴望。为什么耶稣盼望呢？好，因为这是一个时候到了，好，是一个人子得荣耀的时刻到了。即便是一个受苦受难，好，但是耶稣已经为了这一日，为了这个时刻已经预备好，所以这是一直盼望。热切盼望。我告诉你们，非等到这晚餐在上帝的国度里有了真正的意义。好，那这个现代中译本把它翻的是这个按照这个意思来呈现，就是这个晚餐最后的晚餐将来会有一个新的意义。在当时的门徒不晓得，但是以为是一个每年一次逾越节例行性的逾越节晚餐，但是呢，这个逾越节晚餐却成了最后的晚餐，或是主的晚餐，好，是一个 communion 或是一个 supplement， 好，是一个耶稣和门徒好的一个把自己的把自己的生命、身体分享出去的时刻。好，那刚才讲到逾越节的晚餐包含这苦菜、好羊骨、好然后无酵饼、好蛋等等这些的。好，那还包括4杯的葡萄酒，好，每杯的葡萄酒都有它所代表的意义，或是说也要朗读的诗，好，或是要吟诵的歌。好，那耶稣拿起杯，好，向上帝感谢。那就是也告诉门徒说：你们拿这杯分着喝哦。好，那这个杯呢，是一个祝福的杯，或是一个救恩的杯，或是一个苦难的杯。好，那每一个杯有它所要呈现代表的。好，但是最后这一杯呢，耶稣告诉门徒，好，所以这个大概也是在这个晚餐已经举行一段，好，是按照这个节奏来。从今以后，非等到上帝国度来临，我绝不再喝这酒，好，或是说这个4个杯的其中一杯哦。所以然后耶稣拿起饼来向上帝感谢，擘开分给他们，这是我身体为你们舍，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所以这个杯跟我们明天会继续看到这个杯，耶稣在特西马林园祷告的时候，这个主啊，你若愿意，求你将这杯来撤去啊。所以耶稣心中的杯和门徒手中拿的杯，可能是不同样的杯，但是我们从今天看到这个杯，的确是一个苦杯，也是一个救恩的杯啊。那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上帝的新约，用我为你们流出的血来设立的。所以圣餐所代表的这个饼呢，是代表着耶稣的身体，而圣餐所拿的这个杯呢，代表的是耶稣的血。所以耶稣的血、耶稣的身体，透过这样子呢，是为了纪念，所以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所以圣餐在纪念耶稣，纪念耶稣什么？纪念他为我们这样做，就是用他的身体为我们舍，就是用他的生命向人来分享。所以在这个圣餐或是在纪念主的晚餐当中，就是要如此行来纪念他。但是马太这个路加的这个话锋一转，你们看那出卖我的人在这里和我同桌。人子固然要照上帝所安排的受死，可是那出卖他的人有祸了。
那所以耶稣话锋一转呢，好，把这个最后晚餐当中，好，就是前面22章我们一开始读到犹大的预谋呢，阴谋呢，好，那其实耶稣早就已经看见，但是我们在马太好、马可的记载好，耶稣还告诉犹大，好，你要做就快快做吧。好，那但是在路加没有这样的记载，好，倒是呢，后面的23节。这耶稣这句话讲完之后呢，他们就是这些的门徒就彼此追问，谁会干这事的人到底是谁呢？好，他们就开始互相的追问。好，那显然好，耶稣就算给了答案，好，或是这个给了这个指示，但是他们似乎也没有察觉，好，一个风暴或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时刻，好，即将要上场啊。好，那今天我们读了这个22章，好，也是在受难周的当中，好，我们除了一面的读好耶稣好他在这个受难章当中的遭遇好，以及他怎么样遭人的出卖好，但也看见耶稣好他热切的盼望好来上帝旨意成就的时刻，即便他要打破自己的身体，流出自己的血，但是呢他非常渴望好这个时刻的来到。好，那他也说这个杯会将赋予这个意义。好，那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会成上帝的国度来临，好，那这个杯将会成为一个记号和一个意义。好，那这个饼好是耶稣的身体，这个杯是耶稣的血，好，是为了我们、你们就是我们，我们就是罪人，就是这些耶稣所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对象。好，所以整个路加福音好让这样的呈现好非常的清楚。好，但是呢，在耶稣为我们预备好的当中呢，却已经本来已经一脚要踏入天国的12使徒的犹大，这个加略人犹大，却在那个时刻呢选择了另外的路。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的吊诡、讽刺的对照。好，当大家好都要一起在这个上帝的国、上帝的杯、上帝的救恩临到的时候，却有人又要从那里面又要出来，又要回到世界，又要手扶着犁向后看了。好，盼望我们从今天这个经文当中，好，让我们能够有更多与主的默想亲近，还有与主更多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在受难周的当中，我们向主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知道逾越节除酵节是纪念上帝带领你的子民出埃及为奴之地，要进入迦南地，过那红海，好接受红海的洗礼的一个重要的时刻但我们也知道这样子的救恩已经借着耶稣的身体，借着耶稣的宝血来成就，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愿上帝你的国、上帝你的旨意成就，让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主耶稣再来。我们今天虽然在预备受难周，在预备复活节，但是我们真正预备的是那人子的来临。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愿神祝福各位平安。